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按算伫台湾时间6月7日暗时10点，要伫个美国华府签署头一批协定。国发会主委姜明钦表示，外界可能认为讲这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无实际作用，不过这重点应该是台湾有摕到谈判机会。行政院也表示讲，这台美倡议毋但有历史意义，也是新的开始，也会向台美全面性 FTA 来拍拼。台美为去年6月开始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，到即马已经举行2回合谈判，有个台北时间7日暗10点，伫美国华府正式签署。签署前即对社会大众公布的条约文本，期盼让国人更加了解这协定的内容。那今晚所签订的协定，不但深具历史意义，也是新的开始。那相关任务还没有结束。对于台美倡议，国发会主委姜明钦表示，过去贸易谈判多数为伫会当降偌济关税，会当得到偌济的贸易利益，也毋过关税无伫即摆签署内容引起外界质疑。这是美国主导甚至看袂到牛肉甲红利。对此，姜明钦认为，台湾会当参与成条数的谈判才是重点。不在于说真正的关税的降低是几码几码，而是在于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表达，就是说。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我们能够承担，或者是说需不需要一个缓冲期？如果你没有先去谈这个东西，而是你被决定的话，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即摆的台美倡议包括贸易便捷化、良好法制作业、中小企业等5大签署议题。这是台美为1979年以来签署结果上完整的贸易协定，代表台湾经贸制度符合国际高标准。有个像货运业者、快递业者、航商甲出口业者，参中小企业拢会当受益。只是台湾虽然是美国第8大贸易盘，却是唯一无税务协定的国家。美国跨党派众议员也呼吁尽速解决双重扣税问题。如果说能够洽签这样一个租税协议的话，那当然对拉抬未来不要说是高科技厂到美国投资的，即便是就是说中小企业彼此的一个布局都是有帮助的。头一批协定签署完了后，美台会就倡议下边电话贸易领域展开协商。行政院表示，台湾会继续强化甲各国合作，高向台美全面性的 FTA 前进，保障台湾经济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